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1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16亚洲杯中青冷色棒球锦标赛，11月18号到20號將在台南市盛大登場。其中擔任比賽代言人，同時也將要擔任台南隊投手的藝人彭恰恰。今仔日特別出席記者會，將在選手之夜率領鐵獅亮光樂團，甲世界各國的選手同樂。由艺人彭恰恰親身作詞作曲的棒球之歌，唱出介意棒球無放棄的精神，成為第6屆亞洲杯中青冷色棒球錦標賽主題曲。這屆比賽原本應該由韓國主辦，但是因表示放棄，最後才由台南市萬壽壘球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志祥甲比菲多中青棒球領隊王玉堂兩個人接下這個任務。出成第6屆佇台南舉行。今年照講是喺韓國主辦啦，因為韓國哦，伫遐開會時，韓國講因可能有困難，有困難就規氣咱台南市咱來辦，咱辦這有這嘛是算運咯，會當一個迄個算做一個觀光啦，做一個觀光吼，這效果，各縣市內啊，真正袂歹，啊，帶動一寡觀光安尼。尤其是咱市上遐會當講吼，伊可能是伊個。第一個生命應該是應該是壘球甲棒球就對啦吼。你當講，大家若看到咱台南市的全國的這個壘球還是棒球比賽，攏一定看到伊的影子，敢若複雜看骹球共款就對啦吼。是出錢出力，這道的活動，尤其咱這道的比賽，講真誒，咱的經費啦吼，差不多因愛支出嚟當講非常的濟，但是咧，伊講這就是一個歡喜，一個熱情。咱希望講會當互全國。愛好着咱的運動的好朋友會當來到台南市，這嘛咧做咱的觀光。參加這屆比賽國家總共有日本、韓國、台灣等總共16支隊伍參加，其中台南隊的成員有藝人彭恰恰，也有前兄弟隊的投手劉義傳等選手，實力相當的強，有希望將冠軍留佇台南。介意棒球的朋友，11月18號至20號，會當做伙到球場為選手加油。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日本古董車協會環島活動，邀請64台古董車為台北出發，11號中晝來到台南，停留佇個聯百貨，呈現經典老車結合老建築的難得畫面，嘛互介意古董車的車迷甲民眾大開眼界。毋過嘛，因為一擺來遮爾啊濟古董車，造成百貨周邊的交通一度拍結。一聽講預定11點半，日本古董車協會古董車寬帶遊行將來到林百貨，濟民眾已經客滿百貨周邊。雖然最後車隊延到1點鐘才到，毋過人潮卻是愈來愈濟，所有古董車的相機攏無停過。因為每一台車攏是國車廠的經典，甚至閣有1926年出廠，高齡90歲，同款會當全台走透透。這款保養維修的工藝真正使人佩服。會中，日本古董車協會會長表示，今年度環島遊行，除了是台灣日本友好交流的機會，更加重要是感謝。要讓世界再次看到台灣對日本地動的觀看甲美好。因為上一次台南的大地震的時候，我們也有馬上就捐錢給的台南市政府，所以因為這一次，所以我們就想說要把台南的最有名的這個林百貨為一個據點，來表達我們的心意。當時該車隊特別選定林百貨停留，甚至成為因古董車協會海報頂面的主角，嘛讓老車拄着老建築特別有意思。雙方以交換禮物的方式進行友好交流。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那我们非常感谢古董车队能够移驾到我们林百货做这次这么盛大的一个展示。那我想我们台南的市民也非常的开心哦。那我们也为我们即将到来12月3号85年的生日呢做一个暖身。那我想我们是希望跟我们台南的市民一起来庆祝。主办单位事先封路当作停车场来让车队停靠。虽然最后要停64台车根本停袂完，不过已经让民众欣赏一场难得的美学响宴，大开眼界。台南新闻郭文琪、林根采访报道。东区的复兴国中棒球队曾经培养出真侪知名的棒球名星，所以伫42周年的校庆，特别邀请8位前职棒选手甲教练，包括郭泰源、陈金峰等人返来学校。其中在宣布引退陈金峰，也和在场的老师甲学生小齐翕相签名。复兴国中欢度42周年校庆，当头仪式办法杰出校友，拢是知名球星甲教练，分别是郭泰源、陈金峰、陈连宏、吴富莲、洪振清、林百亨、钟宇正，也个有教练陈文华。复兴国中更加请来历任体育校长到场颁奖，连92岁校长白德章拢出席盛会，现场非常的热烈。过去因为有棒球而发光发热，而传承到现在，我的师父林校长传承给我的，就是我们今天纪念衫的 logo， 也跟各位特别报告一下，这是我们的阅读，我们的 logo， 我们象征的复兴的学子进到校园就要学习，就要阅读。我们希望这样的阅读的精神传承下去，今日的职棒明星传承到未来，我们复兴的学子能够在台湾的社会各角落都有精英杰出且卓越的表现。这是我们今天办理这个颁奖最核心也最希望传达下去的意念，一棒接一棒，棒棒都精彩。因为台湾巨炮陈金峰在引退，所以现场有侪老师同学想要甲陈金峰来翕相甲签名，亦都造成现场混乱。其中陈金峰也回应顶一届比写唔到字，伊表示讲袂要紧啦，我袂安怎，展现出球星的风度。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成功大学迎接85周年校庆，其中上界重要的是，甲马来西亚、印度、印尼等4间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准备推动国际壮游计划。成为小暑班开始，提供学生伫台湾、东南亚甲南亚3地跨地学习，培养跨国的人才。成功大学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伫85周年校庆日的今仔日，举办台湾、加马来西亚以及南亚大学校长论坛。这个论坛的机会甲见证之下，加马来西亚、印度、印尼4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提供跨国学习的机会。所以这个计划最特别的地方是，任何一个参与这个计划的同学，都至少要经历过3个不同国家以上的学习经验。那么我们还有第2个主轴是，不仅仅是所谓跨国的学习、异地的学习，同时在它的整个主轴设计里面呢，必须要完成一个跨国合作的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可以是政策，可以是技术，也可以是发明。如果是发明的时候，我们在第4个学期就会提供这个成功大学在靠近这个高铁站旁边的归仁校区有一个直接的实验场域。那这个实验场域里面呢，就会配置了它所需要的实验设备，它所需要的专家辅导。最后，如果这个技术是非常非常成熟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导入这个天使基金以及其他的创投来评估这些是不是有成为新创公司的机会。所以我们鼓励的呢，其实是一个跨国的领导人才以及呢前瞻事业的启动的一个培育计划。成功大学这个计划上紧会伫明年2月硕士班开始，正式启动台湾、东南亚、南亚大学的第1阶段国际壮游计划。未来将会持续扩大会员大学的参与，为台湾培养新一代领导人才。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
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一场来自日本、美国、澳洲等国家以及咱台湾的艺术家所联合展览的亚洲之美，10月底伫个议会大厅圆满结束以后，上个主办单位特别将画作部分预备锁定，关乎随后一直中心，希望艺术卖当结合爱心。今年亚洲之美国际巡回展览，日前伫议会展出，引起热烈回响。当时伫10月31号圆满结束以后。策展单位表示，依照原本规划，伊希望不只是互大家看展览利益，嘛要将艺术结合爱心。所以期间伫个企业界、甲艺术家慷慨捐献之下，上午将预备锁定17万外，正式捐予随和一直中心，作为因维修家园的经费。嘛，共同为脑性麻痹的囡仔尽一份心力。我们对于这次那个亚洲之美的一个国际巡回展到台南来展出，那我们的目的不仅是展出了，主要就是要我们说接地气啊，跟我们在地有一个连结啦。所以我们当初就已经在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跟我们的瑞富艺术中心联络，在我们展览当中，我们邀请企业家。艺术家共襄盛举能够为我们这个迟缓儿、我们身心障碍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努力。所以呢，我们在这次展览之后，有企业家认购的作品，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钱呢，一部分呢就是捐出来给我们的瑞富艺术中心能够也是表达企业家跟艺术家的一个爱心呐。我们非常感谢有这一笔的善款哈。那你知道今年的那个台风把我们的园区啊，吹的就需要修理的地方很多哈。那这一笔的善款刚好是一个及时雨，就帮助我们在修缮的部分哈，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就是。可以度过这个家园，可以把它弄得比较好一点啦哈。这摆画展除了要关乎绿色，嘛有当年伫个法国工作的艺术家，特别关注因的优惠，要互台南市政府作为因对故乡的回馈。台南新闻郭文吉、林根采访报道。桃花万象展览第2阶段的主题单场科技甲单道永生特展，目前已经伫个地成功文物馆展出。内容包括台湾、日本的道教文物以及私人收藏品，数量甲质量拢非常的精彩丰富。主办单位文化局邀请大家透过展览来认识道教的历史。道教信仰文化特展第1期的展览主要是要传达生活甲道教的关系。第2期以着单场科技以及单道永生作为主题，展出各地道坛举办的祭典活动。并且邀请日本道馆展出单道永生相关的收藏，展出的内容相当精彩。现在来看这些宗教信仰的宗教的文物，尤其是道教的文物，其实反过来看也可以发现，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很多息息相关的一些习俗啦，或者一些说法，其实反而可能都是来自于道教这边。那其实像尤其在台南，我们有这么多的庙宇啊，我想在假日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经历过很多塞车啦，什么等等就知道其实道教在我们的民众的生活里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所以这次其实很高兴。那我们第2期的有特别针对就坛场科仪跟丹道养生这2个主题来跟大家做介绍。那当然在我身后
这幅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天师的像，其实这也是非常珍贵、非常难得的。那所以我们常讲说，这是我们郑成功博物馆这一期的蒙娜丽莎，是它的重要性。然后其实我们在博物馆、在美术馆里面看只要看到放在那个端点的，然后前面有很大的空间都没有摆东西的，那个作品、那个展品大概就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待会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这一幅作品。在画板上，单张可疑甲单的养生特点，展览内容精彩，具有历史广度甲文化深度。欢迎有兴趣的市民朋友做回来看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营造医生、护士甲患者拢会当参与的医疗照护服务，基医学中心大手笔将一层楼的32个病床全部拢改做智能病房，也就是伫个病房内面装设互动的电视、甲照护手机等等的通讯设备，希望缩减工作流程，加强甲患者有效的沟通。为了解决大医病人上无满意，包括安静、疾病照护资讯不够，或者是无多甲医护人员有效沟通等问题，所以现在所看到的结合智慧型的电子看板、所谓床头卡、甲病人照护助理等等的设备，得当第一时间通知负责的护士，大大缩短过去吃红铃的时间，嘛互朋友相当满意。是比较科技感。而且就是说是比较方便的，相对就是以后如果说像比较无人照护的病患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比较安全的感觉，就是说他可以随时看到他的一个治疗计划，还有他的脉搏啊那些今天量测的一个进度等等。相对的，就是说对于以后的一个部分是可以跟所谓的医疗接轨是很好的。这款结合资讯、通讯等设备来协助医护人员简化流程，增加医生、护士甲患者之间沟通的照顾服务。其实就是中央正大力推动的智能病房。所以现况基医医学中心特别大手笔，将第二医疗大楼12楼的32床病房，包括个人床甲健保床，拢改做智能病房，希望大大改善照护品质。互动的部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透过一些资通讯的设备，我们设计了一个数位床头卡。数位床头卡在我们的病人的床边，那我们也透过一个病人的照护助理，它是像一个 PDA 一个设备，它可以透过这个设备呢去做一个呼叫护理师的动作。那我们在呼叫护理师，我们用一些图示的方式，让病人很清楚知道譬如说他要更换点滴啊，或者他现在有疼痛的问题、有抽痰的问题，他可以按了这些图示之后，会自动传输一些文字的讯息到他的主要照护的护理师手上。那护理师呢，他可以马上接到讯息之后，就去回应病人的一个照护的需求，帮他处理掉他的问题。如何在目前医护人员欠缺工作量个真大之下，赶快当提升照护品质，相信用科技的介入已经成为一大趋势。但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再来，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云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1度到25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来去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1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